政府伫1809年宣布讲禁止使用铁虎这款蜡具，也毋过伫台东县哦，一档嘛是阁有30-40件动物掉伫旱灾受伤的通报案例。台东县的那个动物防疫所今年到今哦，嘛已经阁接到13件的通报。县政府表示讲会来追查，嘛提醒民众使用铁虎防掠到，上济哦是当罚75000块。这只伫台东县流浪动物收容中心的流浪狗。 因为伊倒病的后脚无细日伫野外去互铁虎夹着，顶礼拜放送来收容。不过因为伤势严重，兽医师只好甲伊开刀截肢，目前还阁伫咧观察。根据台东县动物防疫所的统计，每一年平均有30只至40只流浪动物去互铁虎夹着伤的案例。今年到今已经有13件，大部分都发生伫咧山区果子园的附近。可能是有人为着要防止山猪危害农作物，不过这款的行为是已经违反动保法。 是这个捕兽夹和山猪钓抓到犬猫的话，大概是15000元到75000元的这个罚款啦，但是这个是指设置的部分哦。目前政府已经禁止使用铁虎来做蜡具，推广使用改良式的。不过，伫野外也是有数量不明传统的铁虎。老人讲，虽然即马有改良式蜡具的陷阱，不过流浪狗啊、甲流浪猫啊实在是太侪，因也是有可能会掉伫陷阱，应该爱加强流浪狗甲流浪猫的管理。驻地有示范那个要夹那个会来伤害到农作物的，才会有这样的陷阱。谁要想要夹那些东西？ 老人强调讲，蜡具一般是伫咧山顶的蜡场咧用的，不过流浪狗啊、甲流浪猫啊，会去互铁虎夹到的所在，一般拢是发生伫咧农作物的附近，并毋是蜡人坑的。官方强调讲，会加强巡查，嘛呼吁民众毋通各坑铁虎，若是发现阁有动物因为铁虎来受伤，去互查到，罚款会罚阁较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